第53届广播金钟奖非流行音乐节目奖，得奖的是恋恋曾文熙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。恭喜恭喜！节目制作严谨，深具地方特色，从音乐到来宾的访谈，皆以多种角度切入。首先要感谢评审对我的肯定，这是我人生第一座广播金钟奖，也是我们曾文熙广播电台的第一座，欢呼一下。1930年代有很多的优秀的音乐前辈，他们写了很多的台语的流行歌，望春风、乌鸦灰、外野球、苏桂红。那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得到文化部的补助，还有我们的78转的老旧名人修中刚、林泰威、黄世豪、李成基老师，还有陈婉玲、黄玉元博士，还有林良哲，他们的帮忙，我们可以把80多年前背得非常紧、原汁原味的台语流行歌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。对，好，这第一次上台真的非常紧张。那其实我做的是台语的节目，我一直有一个期待，就是会当用台语的节目来呈现台语的美。而且我相信，咱选去边咱就是好朋友很多的我们的广播的前辈用台语来做节目，也许你也在卖产品，但是你也当赶快讲节目做好真有气质、真有内涵，你嘛有机会让徛在你家拿到这样的一个奖。非常感谢我们的评审，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曾文熙广播电台的王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全体的同仁，感谢，谢谢。